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习惯一个人，算不算天分？怎么学会抽完烟一根，接着再一根，算不算看透了？不想要承认，也不想默认，我只想麻痹着什么，不需要过问，也不必再问，就让时间扪心自问。有多久后座没人坐，没人抱着我，没有撒娇电话，没有深情的吻，没人整理的房间像窗口门。有多久后来没有我，没有再牵手，没有再为了争吵谁先认错，在没有你以后，我没有了什么，你没交集，没联络，我